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很多人都会有夜尿多、尿频的问题，一般这个问题常常会出现在老年人身上，但是发现现在很多人在40岁以后也开始出现这些问题，经常会尿频、夜尿多，这样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长期下来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会非常的不利。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尿频、夜尿多的问题呢？这里主要是有3个原因造成的。我们晚上总是尿频、夜尿多。第一个原因就是失眠。我们的睡眠状态一般分为浅睡眠和深睡眠。当我们睡眠进入深睡眠的时候，我们的膀胱体就会放松，括约肌就会紧张，这样就是让我们能够减少尿意感。所以其实一整个晚上照理来说，正常我们是不太会想上厕所的。但是如果我们在浅睡眠的状态下，我们的膀胱体就无法真正的放松，括约肌也没有深睡眠的时候那么紧缩，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的尿意感就会不断的生成，使得我们一直不停的想爬起来上厕所。浅睡眠也就是属于半睡半醒的状态，这种状态会影响大脑的创造性思维，除了会引起我们刚才说的夜尿频繁，还会引起身体肥胖，减慢皮肤新陈代谢的速度，加快皮肤的老化，让皮肤看起来苍白没有血色，滋生大量的皱纹以及黑眼圈。另外，长时间的睡眠不足也会降低免疫系统，容易诱发胃肠道的疾病、神经衰弱以及感冒等不理想的睡眠环境，或者是睡前喝大量的浓茶、咖啡、酒，精神和工作压力过大，这些原因都会造成我们的睡眠不足。在睡觉前，我们尽量让自己的身心得到放松，不能吃得过饱，睡觉前也不能喝浓茶、浓咖啡以及酒。睡前1个小时，我们要远离手机、电视和电脑，因为这些电子产品所释放出来的蓝光频率会经由我们的眼睛刺激我们的大脑神经系统，让它很难的进入深度睡眠系统。只要我们改善了睡眠的质量，就能够改善晚上容易尿频。第二个原因就是前列腺出的问题。如果我们有尿急、尿不尽的问题，就可能是前列腺出问题了。前列腺增生或者是发炎，都会造成我们有尿频、尿不尽的这种感觉。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就要前往医院就医。第3个原因就是肾气亏虚。如果我们出现尿液量很大、尿频次数很多，甚至还会出现憋不住、漏尿的问题，这就很有可能是我们肾虚所导致的。当我们出现肾气亏虚的时候，就会出现固摄无力，所以就容易引起遗尿、尿频、尿多的情况。这个症状我们是可以通过食疗方来缓解的。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方子。首先准备10克的山药。山药别名淮山，它性平味甘，归脾肺肾经。山药中含有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皂带游离氨基酸、多酚氧化酶等物质，具有很好的滋补肝肾的作用，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和延缓衰老。另外，山药的粘多糖物质与无机盐相结合，可以形成骨质，使得软骨具有一定的弹性。同时，山药还可以益肺止咳，对久咳又有很好的疗效。清洗干净的山药用清水浸泡着备用。再准备10克的黑豆。黑豆古人称黑豆为肾之谷，黑豆中含有丰富的大豆黄酮、大豆皂醇蛋白质和 B 族维生素，有很好的补肾强身、活血润肤、解毒利尿的功效，特别适合肾虚的人使用。但是有化系统疾病、肝肾功能不全、肾结石的患者都不宜食用。接着准备10克芡实。芡实别名鸡头蜜，性平，味甘涩，归脾肾经，含有蛋白质、粗纤维、钙、铁、硫磺素、尿酸核黄素、皂苷等成分，具有补肾固精、补脾止泻、祛湿止带的功效，主要用以肾气不固所出现的腰膝酸软、遗精、滑精、小便不尽，
或者小儿遗尿、脾虚便溏等，但要注意，便秘的尿赤者不适合食用。再准备10克的莲子，莲子有固精补肾、养心安神、健脑益智、健脾强心的功效，大便秘结、脾胃虚寒的人不宜食用。接着再准备10克核桃，核桃是滋补肝肾、强筋健骨的好食材，对于肝肾亏虚引起的腰膝酸软、筋骨疼痛、尿频、尿多、牙齿松动都有很好的效果。另外，核桃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维生素 E， 可以增强我们的记忆力和延缓衰老，上火和腹泻的不宜食用。现在我们把这几种食材都倒大碗中，再加入清水将它们清洗干净，洗掉表面的灰尘杂质。洗干净之后，控出水分，和山药一起泡着备用。接着我们再准备几块猪骨，猪骨的量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定。猪骨富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大量的磷酸钙，其所含的胶原蛋白能增强人体造血细胞的功能。对于中老年人，经常喝些骨头汤加以调理，可以缓解骨骼老化，增强运动系统功能。对于儿童更有利于骨骼生长。把猪骨放入大碗中，加入适量的面粉，再倒清水把它清洗干净。多换水清洗几次，把表面的血水清洗干净，然后先放在一旁备用。现在准备一口锅，把猪骨放进去，再加入适量的清水，加入几滴料酒去腥，开大火烧开，把猪骨焯一下水。时间到之后，把猪骨从水开的地方拿出来，这样猪骨就会很干净，不会沾染到这些浮沫了。制作视频不易，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请在底下留言加1，非常感谢您的支持。然后把它们放入砂锅中，再把泡好的材料一起放进来，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开大火烧开，然后我们转小火煲2个小时。时间到之后，我们加入少量的食盐调一下味，搅拌均匀就可以关火了，盛入碗中就可以喝汤吃汤料了。这个方子可以有效改善由肾亏虚所导致的失眠、尿频、夜尿多的问题，还可以补肝强肾、强筋骨、健脾补脑，对失眠、腰酸无力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如果你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视频看到这里了，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我是多多，我们下个视频见啦。